各位機方，出機真係有打醒十分精神。你試過行客機，突然啪一聲，前面個人部電話跌咗喺地，畫面碎晒，然後佢一塊面閪個快殼地衝過嚟捉住你，話係你撞啲去部手機，要你即刻賠錢。如果你個人比較內向、面皮薄，或者一時間嚇親，好容易就會一邊講對糊住，一邊由荷包掏出幾千蚊出嚟私了。如果你真係咁做，恭喜你，你已經落入咗最新流行嘅手機碰瓷黨陷阱。呢班街頭騙徒最中意專將我哋呢啲老實打工仔同埋盲目低頭族嘅空子，為咗保住大家擴大頁面嘅血汗錢。今日呢條片你真係防騙必睇，我會用最血淋淋嘅真實案例同大家猜企呢班影帝嘅行騙套路，同埋教你兩大鐵律：堅決無私了同絕對無噴機。只要格時呢兩招，任憑佢哋演技再好，吹到天花亂墜，都絕對耐你無可。講起碰瓷，以前大家可能淨係聽過車輛碰瓷，例如專登慢駛等後面撞，或者見到你轉彎就衝出嚟扮被撞到。但係近年呢班騙徒轉成升級啦，佢哋發現玩車輛碰瓷成本高，風險大，一不小心真係會斷手斷腳，而且依家周街都係行車記錄儀，好容易槍煲。於是佢哋就將呢套劇本搬到去行人路，演變出依家遍地開花嘅手機碰瓷。點解呢周咁容易得逞？因為佢哋捉心理捉得太準。依家香港人人都係低頭族，行下街睇緊短片，復緊信息。老實講，自己行過邊度撞到啲咩，有時真係未必100%肯定。碰瓷黨就係利用呢點，只有你行路嗰陣個樣閃閃掃掃，或者行得好極，佢哋就會鎖定你。等我同大家還原一下佢哋最常用嘅魚食手法。通常佢哋會2-3個人一夥，行喺行人路最撲最窄嘅地方，例如旺角、深水埗或者銅鑼灣嘅熱鬧街頭。當你行過佢身邊嗰一刻，佢會專登好輕微咁向你撞一撞，或者將自己個身體貼近你。與此同時，佢手上面嗰部一早已經碎細屏幕、壞到開弧度機嘅舊手機就會準時掉落地下。跟住嚟就係呢班騙徒展現影帝自演技嘅時候，佢會好浮誇咁叫一聲，然後好有痛咁執起部手機，一反轉，哇，成個屏幕好似蜘蛛網咁碎晒。佢會用一種好憤怒、好委屈，同時又好肯定嘅語氣同你講：喂，阿哥、阿姐，你點行路氣壯？到我部機跌過落地啊！我呢部係啱啱先買咗冇幾耐嘅最新款旗艦機啊，依家成個面碎晒，點計先？喺呢個時候，正常人嘅第一反應通常都係驚慌。如果你平時是個面皮薄、好驚同人起衝突嘅老實人，你個腦一時間會一片空白，你會自我懷疑：咦，我頭先係咪真係撞到佢呢？好似真係有啲碰撞喎。當你開始口字指，甚至講出第一句唔好意思嘅時候，你就已經肉攰啦。因為騙徒知道你已經心虛，只有你一示弱，佢哋就會開始進攻。佢會同你講：唉，算啦，睇你個樣都係老實人，我依家趕時間去見客，返工攞去官方維修，起碼有幾千蚊，又有排追。咁樣啦，你賠1000幾百，大家當執生，當幫補，嚇我退一步，隨丫撩家人換個山寨面，當我無好彩，大家都慳返啲時間，好冇？聽到呢度，好多想息食凌人嘅街坊就會覺得1000幾百，雖然又痛，但當破財擋災啦。如果報警好麻煩，又有盧口供，依家返工遲到仲大鑊。於是你就乖乖地拿人煲俾錢，或者跟住佢去自動櫃員機撳錢。恭喜你，你啱啱用咗幾千蚊買咗一部一早已經壞咗一文不值嘅電子垃圾碎屏，以為呢啲係個別例子，絕對唔係啦。重手法喺全港各處都已經出現過。以前我哋講起騙案，總覺得係阿婆阿婆先會中招，但手機碰瓷黨專門針對後生仔、OL 同埋行路行得快嘅打工仔，因為呢班人最怕煩、最時間寶貴，亦最面皮薄。我以前有個朋友叫阿明，今年20幾歲，喺觀塘返工。有一日佢放工行坐地鐵站，成條行人路都係人，佢行得好直。突然之間有個30多歲嘅男人迎面行過，兩個人膊頭輕輕擦過，阿明都會反應過來，就聽到身後啪一聲，呢個男人即刻轉身攔住阿明，好大聲咁話：喂，你行路糊睇路呀？撞跌我部手機呢部係我公司機嚟個，頁面有好多重要卡嘅資料，依家壞咗開弧道，你話點算？當時周圍好多放工嘅人望住，阿明本身內向，
成塊面攻勢，覺得好尷尬。呢個男人見阿明驚，就越講越大聲，甚至開始講粗口，話又帶阿明返住佢公司，同佢老細交代。阿明被佢嚇一嚇，完全失去咗思考能力。呢個男人見時機成熟，就轉口風話：睇你都係打工仔，我義務想搞大佢。咁啦，部機依家開無到，我去整，起碼有幾千。你依家賠3000蚊俾我，呢件事當冇發生過，一筆勾銷。阿明當時滿腦子淨係想快啲離開現場，擺脫呢個尷尬嘅局面。於是真係行去側邊嘅便利店，撳咗3000蚊現鈔俾對方。個男人拿到錢之後，一轉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阿明返到屋企冷靜落嚟，越諗越唔對路。上網一查，先發現原來自己中咗手機碰瓷黨嘅招。嗰3000蚊係佢不時不刻做咗幾日嘅辛苦錢，就咁樣被個騙子用幾分鐘時間騙走咗。所以話呢班騙徒真係人渣，利用人嘅善良、老實同埋怕事嘅心理嚟入息。為咗唔好成為晒一個阿明，大家一定要記緊以下呢兩大鐵律。第一大鐵律，堅決無私啦。重要嘅事情要講3遍，堅決無私啦，堅決無私啦，堅決無私啦。無論對方講到幾嚴重，無論佢話自己幾趕時間，無論佢點樣威脅你，你都只有一句答覆：只能咁樣，我哋報警處理，交俾警方落口供同調查。當你講出報警呢2個字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一項奇蹟，原本氣勢洶洶，好似想吞咗你落肚嘅騙徒，態度通常會即刻軟化，甚至露出破綻，因為佢哋最驚嘅就係警察。佢哋手上面部所謂被你撞碎嘅手機，其實一早已經碎咗，可能已經喺其他處過過幾十人。如果警察一到 check 佢哋嘅身份證，甚至 check 埋佢哋部手機嘅 serial number， 或者翻查條街嘅閉路電視，佢哋即刻就會穿煲。所以當你堅決要求報警，他們通常會走折扣推搪，例如發戶：哎呀，報警好麻煩呀，我冇時間等警察呀，或者算啦算啦，當我胡好彩，胡死你皮啦，然後一陣煙咁行開。如果佢真係咁反應，你就可以100%肯定佢絕對係騙徒。如果佢繼續死纏爛打，你千萬不要驚，主動拿出你自己部手機出嚟打早。記住，打電話報警嘅時候要開喇叭，等個騙徒清清楚楚聽到你真係同警方接線生對話。你要好清晰咁揀出你依家身處嘅位置，話依家喺街道同人有碰撞糾紛，需要警員到場協助。通常會等你講完地址，個騙徒就已經借尿遁走咗。依家有啲騙徒都進化咗，佢哋會話：好啊，報警就報警，邊個驚邊個。佢哋可能會一齊等警察，但你千萬不要動搖，因為佢哋可能係賭你口格硬，先求虛，想睇下邊個頂回順先。只要你行得正，企得正，堅定等警察嚟。往往警察嚟到之前，最好你指分鐘，佢哋就會頂回順個借口撩走。就算警察真係到咗，佢哋都冇敢攞一部一早壞咗嘅機去登記做證物，因為咁樣等同於報詐案同埋詐騙係有坐監嘅。第二大鐵律，絕對無碰機。當發生碰撞嘅時候，個騙徒一定會將部碎晒屏幕嘅手機遞到你面前，甚至想嘥弱你隻手度，話你睇下碎成咁樣，你自己睇下。呢個時候你個手又放喺後面或者插落褲底，絕對千萬個不可以去接觸或者接過對方部手機。點啫？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陰險嘅心理陷阱同埋活理陷阱。第一，如果接收到部手機，你就等於承接咗呢個責任。喺心理上，你拎住部壞機，你會更加覺得自己做錯事。第二，更重要嘅係，當你一手接過去嘅時候，佢可能會專登再撞一撞你，或者喺你手上面搶反，然後部機再次跌落地下。呢個時候，佢就會更大聲、更理直氣壯咁話：哇，你依家係咩想毀屍滅跡啊？你頭先撞啲一次都算，依家仲專登掉多一次，依家部機完全斷埋，你冇賠都冇得。到時你真係黃泥落褲襠，胡係屎都變成屎。你喺現場有你都講不清楚，周圍嘅圍觀市民見到你親手將部機掉落地下，可能都會誤會係你唔啱。所以記住，絕對無碰機，雙手保持距離，雙眼望住部機，但絕對冇好用手去掂。你要同佢講，你部機點樣，你放喺度護好語，等警察嚟影相做記錄，我唔會掂你部機，你都護好行埋我身邊，保持安全距離，可以保護自己免受進一步嘅肢體碰撞或者被插贓假殼。除咗呢兩大鐵律之外，作為一個醒目嘅街坊，
我哋仲有幾招可以防範呢啲手機碰瓷黨。首先，要擺脫茫無低頭族嘅標籤。我知道依家返工、放工、搭車行路，大家都好鍾意睇電話，但係乘路嗰陣，尤其是在人多擠迫嘅交匯處、地鐵站出口或者馬路邊，請你將部手機收返入褲底。行路要提頭望路，留意周圍嘅環境。當你行路行得昂首闊步，雙眼精明咁望住四方嘅時候，碰瓷黨係絕對唔會選你作目標嘅，因為佢哋為時都係欺善怕惡，專挑你啲頭低低、行路跌跌撞撞、心不在焉嘅人。如果你表現得好精明、好有警覺性，佢哋知道好難，到你自然會喺度第二個目標。其次，萬一遇到這種情況，周圍通常都會有其他街坊或者商戶，你可以大聲點說話，引嚟周圍人的注意。你可以大聲講，行路有碰撞，好正常。依家你部手機跌咗，我義無肯定，係咪我撞到？我依家報警，交俾警察處理。大家冇好嘈。當你將件事公開後，大聲講出嚟嘅時候，碰瓷黨就會覺得好大壓力，因為街頭騙徒最中意嘅係一對一嘅私密心理施壓，佢哋想喺你耳邊不斷講恐嚇嘅說話，令你心慌意亂。如果你將件事搞大，周圍嘅人都望住，甚至有其他醒目街坊走過嚟幫口，或者有商戶話：我呢度有閉路電視，等我幫你睇下邊個像邊個，個騙徒就會即刻聲噓，想快啲走人。講到呢度，可能有些老實嘅街坊會問：如果我真係唔小心，真係自己太論盡，行路唔睇路，撞到一個普通市民，對方部手機又真係因為咁樣跌碎咗呢？如果我報警，警察嚟到會點處理？我係咪都有賠錢？這個問題問得好。如果係一宗真正嘅意外，一個正常嘅普通市民，當佢部手機被你撞跌碎咗，佢嘅反應同騙徒係完全唔同嘅。普通市民會好心痛，會好生氣，但佢哋通常都會願意報警，或者願意一起去關方維修店報價，或者大家交換聯絡電話、身份證明資料等，事後商量維修同賠償問題。如果警察嚟到，判定這是一宗純粹嘅行人碰撞意外，警方一般唔會當場強制要求你賠多少錢，因為這屬於民事糾紛。警方到場嘅主要作用係幫雙方登記個人資料，落一個簡單嘅記錄。有了這個記錄，如果以後對方要透過民事訴訟向你索償，大家都有個依據。最重要嘅是，如果對方真係騙徒，佢聽到警察有登記雙方身份證資料，佢就絕對唔揀還落去。因為警方嘅系統入面有記錄，如果呢個人喺過去幾個月入面已經有506次因為被人撞跌手機而報警登記資料嘅記錄，警員一查電腦就一目了然，呢個騙徒當場就會被反控詐騙罪，即時拉返差館。所以無論係真意外定係遇着騙徒，報警永遠係最保障雙方、最公正嘅做法。依家嘅騙徒手法真係層出不窮，除咗手機碰瓷，仲有各式各樣嘅街頭騙局。但萬變不離其宗，佢哋都係利用人嘅幾種弱點。第一係貪先，第二係驚慌，第三係面皮薄怕麻煩。手機碰瓷黨正就係精準擊中面皮薄怕麻煩呢一點。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人人返工放工都好似講明咁，騙徒就係算準你唔想搞大件事，算準你覺得一坑幾百算啦，多買個教訓，慳飯的時間。但你退一步，就係做咗這班騙徒借佢出嚟嚇人。今日佢喺你身上盜到1000，聽日佢就會催另一個學生或者老人家2000。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做多一步，遇到呢啲懷疑騙局嘅時候，挺起胸膛，大聲舉國私了，堅持報警。咁樣唔單止係保護自己褲帶入面嘅血汗錢，更加係清除社會上嘅壞分子。等呢班碰瓷黨喺香港無立足之地。各位拭目以待，睇完今日呢條片，記住要將呢兩大鐵律。堅決無私了，絕對無碰機。話俾身邊嘅屋企人、朋友，特別係那些平時行路中意睇手機嘅低頭族，或者性格比較內向老實嘅朋友聽，等大家都有個防範意識，出街就玩得開心又放心啦。如果你覺得呢啲防騙資訊對你有幫助，記得有幫手，將呢個信息分享出去，俾更多人知，大家一齊打擊街頭騙徒。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實用嘅生活智慧同防騙資訊，打醒精神，出街小心。拜拜。